以赛亚书第37章，国王请问以赛亚。希西家王一日听到因的报告，就拆离伊的衫，穿满衫入去上主的殿。伊派宫廷总管以利亚敬、书记谢宾那，甲资深的祭司，拢穿满衫去见阿摩斯的囝先知以赛亚。因甲以赛亚讲，希西家安尼讲，今仔日是患难的日，是受责罚凌辱的日，亲像有囡仔要出世，毋过无力甲生出来。亚述王有派伊的部下总司令来亵渎永活的上帝，检猜上主你的上帝有听到会处罚讲这的话的人，所以就替留伫遮的人祈祷。希西家王的大臣来见以赛亚的时，以赛亚对因讲：恁着安尼甲恁的主人讲，上主安尼讲，毋通因为恁所听到亚述王的部下对我的诽谤来惊吓。看咧，我要扰乱伊的心，互伊听到风声，倒转去家己的国家。我要互伊伫遐互人杀死。亚述王过来恐吓，总司令听到亚述王已经离开拉结去攻击林那，就出发去林那甲王会合。亚述王听见以色匹亚王直合家要来攻击因，就派使者去见希西家，吩咐因对犹大王希西家讲，毋通互恁所倚靠的上帝骗去，讲耶路撒冷袂陷落伫亚述王的手头。恁一定有听到亚述诸王对列国所做的代志，因甲列国拢消灭。恁减有法度避免。我的祖先毁灭的国家，歌散、哈兰、利色，以及住伫提拉撒的北伊甸人，因的性命减有解救因。哈马的王、阿尼伯的王、西法瓦音城的王、希那甲以外的王伫倒位？希西家对使者的手接着批，读了后，就上去上主的圣殿，伫上主的面前将批踢开。希西家上主祈祷讲，坐伫天使基路伯顶面的上主，万军的统帅，以色列的上帝啊！只有你是地上万国的上帝，你创造天甲地。上主啊，求你耳耳孔听，开你的目睭看，求你听西那基立找使者来讲一切亵渎你我上帝的话。上主啊，亚述诸王确实有互列国甲因的土地拢荒废，甲因的生命拢血互火消灭。其实遐的毋是神，不过是人的手用茶用石做的。但上主，阮的上帝啊，求你救阮脱离伊的手，互地上万国拢会知只有你是上主。以赛亚互王的信息。阿摩斯的囝以赛亚找人去见希西家，讲：上主以色列的上帝安尼讲，你因为亚述王西那基立的事对我祈祷，关系西那基立，我上主安尼讲，在色女色安看轻你，踢笑你，少女耶路撒冷对你摇头，你伫侮辱啥人？亵渎啥人？你伫对啥人大声？你伫对啥人骄傲？甲伊看毋上目。其实你是伫无视我以色列神圣的上帝。你有通过你的仆人武万主。你讲，我使真侪战车爬上关山，去到黎巴嫩上悬的山尖。
我伫遐插上悬的碧香树，插上好的松树。我爬到上悬的山尖，进入上茂盛的树林。我乌井啉因的水，我嘛用骹纳埃及所有的河流，纳甲河流拢打去。恁兼毋捌听见，真早我做这个计划，古早就决定，但已经实现。就是你互坚固的城堡拢倒坏，变做风暴石堆，遐居民拢无力，因惊吓见笑，因亲像野地的草，又软的影，厝尾顶的草，东风吹来就打去。你住倒位，你出你入，你对我的受气，我拢知，因为你有对我发受气，我有听到你自告的话。我要用钩仔交你的鼻，用马甲姜挂伫你的喙，互你对来迄条路倒转去。希西家，这要互你做记号。今年、明年，恁拢会食野生的米；第3年，恁会野种、收成、栽种葡萄，食所结的果子。犹大家逃脱所剩的子民，会亲像食物，下面垫滚，顶面结果子。对耶路撒冷要有剩落来的子民出来，对锡安山要有人逃脱出来。上主万军的统帅的热诚一定会成全这个事。所以关系亚述王，上主有安尼讲。伊袂进入这个城，连一支箭嘛袂射入来。伊袂举盾牌瓦棍城，嘛袂起土堆攻城。伊对倒一条路来，嘛袂对迄条路转去。伊袂进入这个城。上主安尼讲：我为着我的缘故，嘛为着我的仆人大笔的缘故。要保护解救这个城。上主的天使去亚述军营，杀死185000个人。加早起，人起来，发现逐所在拢是新尸。亚述王西拿基立就撤营，倒转去尼尼微，住伫遐。有一日，伊伫尼斯洛的庙得拜伊的神明的时，伊的囝阿德米勒甲沙利色用刀甲伊杀死，然后逃走去阿拉拉的地。伊另外一个囝以撒哈顿继承伊做王。